辛辛苦苦做咗幾十年，退休嗰日終於攞到一筆強積金，加埋自己嘅積蓄，以為可以安安穩穩過世。點知有啲人3年就花清光，有啲人5年就蝕到入獄，仲有啲人明明有幾百萬身家，結果俾人呃到所剩無幾。你話慘唔慘？呢啲唔係個別例子，而係好多香港長者正正經經面對緊嘅困境。問題出喺邊度？唔係你條命衰，亦唔係你無福氣，真正嘅問題係你唔識守財。賺錢靠能力，守財靠智慧，而呢種智慧老祖宗喺幾千年前已經寫得清清楚楚，已經64卦，表面上係講天地變化，骨子裏面句句都係講做人嘅道理，用錢嘅規矩。今日我哋就嚟傾下老祖宗留低嘅5條理財鐵律到底講咗啲咩？你記住咗，退休金守得住，記唔住遲早散晒。我哋先講第一條鐵律，易經64卦裏面有卦叫做節卦，上面係水，下面係澤。你可以想象一個湖泊裝住水，水多到一定程度就會溢出嚟。呢個卦嘅意思好簡單，凡事要有節制，水太多湖裝唔落，錢使太多戶口裝唔落，道理係一樣嘅。好多人退休之前每個月有糧出，有固定收入，使錢嗰陣心裏面有個底，但係一退休嗰筆強積金加埋積蓄，可能有幾十萬甚至過百萬擺喺度，忽然間有咁大筆錢喺手，心態就變咗，覺得自己辛苦咗一世，係時候享受下啦。於是請飲茶大方咗，買嘢鬆手咗，俾孫仔利是厚咗，旅行去多咗，一樣一樣加埋，原來每個月嘅使費比打工嗰陣仲要多。你諗下，以前每個月有錢入袋，而家只係出唔入，咁樣落去幾多錢都唔夠使。但係呢度有個好重要嘅分野，古人講得好通透，節卦裏面有2個好關鍵嘅概念，一個叫金節，一個叫苦節。咩意思呢？金節就係適度嘅節制，你控制使費，但係唔會覺得委屈，唔會覺得自己好慘。你知道自己每個月可以使幾多，喺呢個範圍入面，你照樣飲茶，照樣買盡，照樣生活。只不過有咗一個度，呢種節制係甘甜嘅，因為你心安。苦節呢就係走去另一個極端。有啲人退休之後驚到連1蚊都唔捨得使，買個麵包都要計到盡，冬天捨不得開暖氣，病咗捨不得睇醫生，呢種就叫做苦節。古人話苦節係唔好嘅，因為將自己逼到太盡，身體搞壞咗，精神搞差咗，到時使嘅醫藥費分分鐘多過你慳翻嗰啲錢。更加重要嘅係你慳到連自己都過得唔開心，咁退休嘅意義喺邊度？所以第一條鐵律嘅核心唔係叫你唔好使錢，而係叫你使錢要有度。古人用水同湖嚟做比喻，湖水太滿就入，太少就乾涸。最好嘅狀態係保持喺一個適中嘅水位。退休之後嘅使費都係一樣，你要揾到一個平衡點，既唔會揮霍無度，亦唔會苛待自己。具體點講，你可以坐低計一計，每個月嘅基本開支係幾多？住屋、飲食、交通、醫療、日常雜費，呢啲係固定嘅，走唔甩嘅。然後再加一個合理嘅生活質素，開支、飲茶、社交、睇戲、買書、偶爾去客旅行，將呢2個數加埋，就係你每個月嘅預算。只要你嘅總積蓄除以呢個數可以支撐到你嘅預期壽命，你就安心啦。而家香港人平均壽命80幾歲，如果你60歲退休，至少要預25年嘅使費，計清楚呢條數，你就唔會驚，亦唔會亂使。你可能會話，咁我點知自己算唔算揮霍？其實好簡單，你回想下過去3個月，
有冇邊一筆是費？試完之後你覺得後悔嘅，如果有，咁嗰筆錢就係超出咗你嘅節。反過嚟，過去3個月有冇邊樣嘢你好想買、好想做，但係因為唔捨得而放棄咗，搞到自己心裏面唔舒服嘅？如果有，咁你可能就係苦節咗。調整嘅方向好清楚，減少令你後悔嘅支出，增加令你快樂但金額合理嘅支出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退休之後嘅使費結構同打工嗰陣係完全唔同嘅。你唔使再買返工嘅衫，唔使再食貴價嘅寫字樓午餐，唔使再俾交通費返工，但係你嘅醫療開支會增加，你嘅社交開支可能會增加，你嘅閒暇消費都會增加。所以你唔好用以前嘅使費標準嚟衡量而家嘅情況，你要重新計一次，計一個屬於退休生活嘅新預算。呢個預算唔使好精確，但係一定要有。有咗預算，你嘅心就有咗底，有咗底你就唔會恐慌，亦唔會失控。呢個就係節卦教我哋嘅道理。節制得宜叫做金節，人生自制；節制過度叫做苦節。反而自選退休理財嘅第一步，唔係識投資，係識控制。控制唔係委屈自己，而係令自己嘅錢用得更加有價值，更加有意義。講完節制，我哋嚟講第二條鐵律。易經入面有2個卦擺喺一齊睇，特別有意思。呢個叫旋卦，呢個叫益卦。旋係減少，益係增加。你可能會諗，退休嘅人梗係上益，唔想選啦，使乜講選？但係古人嘅智慧就高明喺呢度。佢話你知，選同益從來都唔係對立嘅，而係互為因果嘅。有時候你以為自己蝕咗，其實係賺咗；有時候你以為自己賺咗，其實係蝕咗。關鍵係你識唔識得分辨咩叫做表面係損，實際係益呢？好簡單，你退休之後每年花幾千蚊去做一個全面嘅身體檢查，使咗錢好似蝕咗。但係如果檢查出早期嘅病變，及時治療，你就避開咗日後幾十萬嘅醫療費。呢個損係唔係實際上係益呢？同樣道理，你每個月俾1000幾百買一份合適嘅醫療保險，使咗錢好似蝕咗，但係一旦有事入院，保險幫你兜底，你唔使動用退休金嘅本金，呢個損就係益。再深一層講，你退休之後願意花時間同精力去維繫同家人朋友嘅關係，請佢哋飲杯茶，探下老朋友，同後生傾下偈，呢啲都需要時間同少少金錢。表面上你係付出，但係實際上你係喺度累積一種好重要嘅細惠本。到你真正需要幫助嘅時候，身邊有人關心你、照顧你，呢個價值係用錢買唔到嘅。反過嚟講，咩叫做表面係益，實際係損呢？呢個就更加要小心。有啲投資產品標榜每年有8%、10%嘅回報，睇落好吸引，以為自己揾到絕數。但你有冇諗過，而家銀行定期存款得2%-3%，佢點解可以俾你10%？天底下邊有咁嘅好事？好多時候呢啲所謂嘅高回報，本質上就係用你嘅本金去派俾你，等你以為自己賺緊錢，實際上你嘅本金一路喺度縮水，等到你發現嘅時候，可能已經蝕咗大半。呢個就係表面係益，實際係損。選卦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提醒，你要選嘅話，一定要有誠信做基礎，先至會帶嚟好嘅結果。用喺退休理財上面，意思就係你嘅每一筆支出，每一個投資決定都要建立喺真實嘅判斷之上，唔好自己呃自己。你真正需要嘅就花，你搞唔清楚嘅就唔好掂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選卦教人選己利人，但係同時提醒你
唔好過度損害自己。好多退休嘅長者，一生人慣咗為家人付出，退之後仔女要買樓，攞幾十萬出嚟幫手，孫仔要讀書，又攞錢出嚟資助，幫人係好事。但係你要記住，你已經退咗休，你嘅錢只會越用越少，唔會再生返嚟。如果你為咗幫人而把自己嘅老本掏空，到你自己有需要嘅時候，你點算？古人話得好，你自己都企唔穩，點樣扶人？所以幫人可以，但係要量力而為。呢個就係選卦嘅精髓，選有道，益有方。你記住一句話，真正嘅益係用喺可以保護你嘅嘢上面，健康、安全、關係、保障。真正嘅選係用喺你搞唔清楚嘅嘢上面，聽人講嘅投資，睇唔明嘅合約，自己都唔知點解要買嘅產品。分清楚呢兩種嘢，你就唔會被表面嘅數字迷惑。第二條鐵律嘅核心就係分清楚咩係真正嘅選，咩係真正嘅益。表面嘅注數往往係陷阱，表面嘅付出往往係積累。退休之後，你要學識用長遠嘅眼光睇問題，唔好被短期嘅得失迷惑。古人講，選之又選，以之於無為。你將嗰啲多餘嘅慾望、多餘嘅貪念一層層減走，你嘅心就會越嚟越清明，你嘅決定就會越嚟越正確。好，我哋接住講第三條鐵律。呢條鐵律可能係5條入面最容易忽略嘅一條。中國文化裏面有一個好核心嘅概念，叫做物極必反。月亮圓到最滿嘅時候，係開始變缺嘅時候；花開到最盛嘅時候，就係開始凋謝嘅時候。呢個唔係悲觀，而係天地運行嘅規律，已經用陰陽嘅交替嚟描述呢個規律。陽到了盡頭就會轉陰，陰到了盡頭就會轉陽。太平嘅日子過得太耐，人就會鬆懈，困難嘅日子捱過之後，好運就會嚟。呢個循環永無止息，放喺退休理財上面，呢個道理就變得非常實際。好多長者退休嘅頭幾年，如果碰啱股市好、經濟好，投資可能賺到錢，呢個時候就最危險，因為你會開始覺得自己好叻，覺得自己揾到咗一套賺錢嘅方法。於是越投越多，膽子越嚟越大。你唔知道嘅係，市場嘅好景從來都唔係永恆嘅，升得越高，跌得越重。呢個係古今不變嘅定律。我見過一個真實嘅情況，有一位退咗休嘅長者，早年做小生意，賺到一筆積蓄，加埋強積金，退休嗰陣手上有成300幾萬。退休頭2年，佢開始學人買股票，因為碰啱大市向好，幾個月就賺咗20幾萬。佢越買越有信心，覺得自己終於揾到錢嘅方法。於是佢將大部分積蓄都擺晒入股市，仲開始炒下期權、渦輪。結果大市一轉，短短半年蝕咗過百萬，300幾萬嘅身家，剩翻唔夠150萬。更加慘嘅係佢。因為咁搞到夜夜瞓唔着，血壓飆升，身體都搞壞埋。呢個就係唔懂得居安思危嘅代價。古人嘅智慧係，當你順風順水嘅時候，你更加要提醒自己，好景唔會永遠持續落去。你要喺好嘅時候為壞嘅時候做準備。具體嚟講，就係無論你嘅投資表現幾好，都唔好將所有雞蛋擺喺同一個籃入面。你嘅退休金應該分成幾份嘛？一份係保命錢，擺喺最穩陣嘅地方，例如銀行定期、政府債券，邊個都唔准掂。一份係生活錢，用嚟應付日常開支，仲有一份先至係增值錢，可以攞去做一啲穩健嘅投資。但係呢份增值錢，就算全部蝕晒，都唔會影響你嘅基本生活。呢個分配方法其實就係古人講嘅陰陽平衡。你唔可以全部都進取，
亦唔可以全部都保守。進取同保守要並存，互相制衡先至係安全嘅格局。好似天同地一樣，天喺上面代表動力同變化，地喺下面代表穩定同承托。冇咗天，地就冇生機；冇咗地，天就冇根基。你嘅退休金都係一樣，要有穩定嘅根基，先至可以承受得起變化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居安思危唔止係講投資，仲要講健康。你而家身體好好，唔代表5年後、10年後都係咁。所以喺你身體仲好嘅時候，就要為將來嘅醫療開支做準備。呢筆錢係神聖不可侵犯嘅，唔好因為任何原因動用佢。因為人老咗之後，最花錢嘅唔係食飯住屋，而係睇醫生。你預早留定呢筆錢，到時就唔使驚惶失措，亦唔使開口問人借。第3條鐵律嘅核心，好景嘅時候要清醒，順利嘅時候要謹慎。老祖宗講，盛極必須，唔係嚇你，係提醒你，你準備得越充分，衰運嚟到嘅時候你就企得越穩。講完居安思危，第4條鐵律可能係最直接、最救命嘅一條。呢條鐵律用2個字就講完，知止。咩叫知止？就係知道幾時應該停。易經有卦叫根卦，講嘅就係止嘅智慧，話生企喺度穩穩陣陣，唔會亂動。你行路行到山腳，見到前面係懸崖，你就要停。呢個道理人人都明，但係一牽涉到錢銀，好多人就唔記得咗。退休之後，你嘅理財最大嘅敵人係咩？唔係通脹，唔係股災，係你知自己嘅貪念。人嘅貪念係冇底嘅。你有100萬嘅時候，你想要200萬；你有200萬嘅時候，你想要500萬。你永遠覺得唔夠，永遠想要更多。呢種心態喺你後生嘅時候，可能仲有翻本嘅機會，但係退休之後就極之危險，因為你已經冇辦法再揾到同以前一樣嘅收入。你嘅本金蝕咗就係蝕咗，揾唔翻嚟。知止嘅第1層意思係你嘅投資回報要識得知足。而家嘅經濟環境，穩陣嘅投資每年有3%到5%嘅回報已經好好。你唔好睇見人哋講10%、20%就眼紅。你要記住一條好簡單嘅道理，回報越高，風險越大，冇任何例外。如果有人同你講有一個投資機會回報好高，但係風險好低，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。呢個世界上面，凡係話俾你穩賺不賠嘅，10個有9個係騙局。知止嘅第2層意思係要識得對誘惑講唔好。退休嘅長者係好多騙局嘅主要對象。點解？因為騙徒知道你手上有錢，知道你想錢生錢，更加知道你嘅資訊來源有限，容易被高息嘅承諾打動。佢哋會用各種方法接近你，免費講座、免費旅行團、老友介紹、銀行理財經理推薦。佢哋講嘢好好聽，態度好親切，令你覺得好安心。但係你記住，越係令你覺得安心嘅嘢，你越要小心。我聽聞過一個令人心酸嘅個案，有一位70幾歲嘅伯伯，一世人勤勤儉儉，退休嗰陣儲落300萬。有一日，佢嘅舊同事介紹佢去參加一個投資講座，話有一間公司做緊一個保本增值計劃，每年保證有8%嘅回報，仲話有政府背景，有擔保。伯伯佢聽完之後覺得好正，於是先攞50萬出嚟試。頭半年果然每個月準時收到利息，佢放心咗，於是再加碼100萬、200萬。點知到第3年，嗰間公司忽然間聯絡唔到，辦公室搬走咗，網站關閉咗，連嗰個介紹佢嘅舊同事都失蹤埋。300萬就咁冇咗，伯伯嗰種絕望，你可以想象得到。呢個故事聽落好極癲，
但係類似嘅情況喺香港，喺全世界每日都喺度發生。古人之所以將知子提升到咁高嘅位置，就係因為佢哋深深明白人性嘅弱點。人一見到利益就容易失去理智，所以根卦講子唔係叫你乜都唔好做，而係叫你喺應該停嘅時候果斷停低。有人推薦你一個投資機會，你第一個反應唔應該係點樣賺，而係點樣蝕。你先諗清楚最壞嘅情況，你承唔承受得到？如果承受唔到，咁無論幾吸引都唔好掂。知子仲有第三層意思，係對自己嘅能力要有清醒嘅認識。你退咗休，你嘅精力、你嘅判斷力、你接收資訊嘅速度都唔可能同後生嗰陣比。呢個唔係睇低自己，係事實潮市。你可能以前好叻，但係金融市場嘅玩法日日都喺變，好多新嘅產品、新嘅名詞、新嘅運作方式，你未必跟得上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最明智嘅做法就係承認自己嘅局限，揀最簡單、最透明、最容易理解嘅理財方式。你睇唔明嘅嘢就唔好買，呢個就係知子。實質操作上嚟講，你可以俾自己定幾條紅線。第一條紅線，任何投資機會，如果你聽完之後要即刻做決定，唔俾你時間考慮嘅，一律拒絕。正當嘅投資機會從來唔會逼你即刻簽名，只有騙局先至會製造緊迫感。第二條紅線，任何要你攞超過總資產30%出嚟投入嘅機會，一律拒絕。你嘅退休金係你嘅命根，唔好因為一個機會就賭上大部分身家。第三條紅線，任何你自己解釋唔到點樣運作嘅投資產品，一律拒絕。你連佢點賺錢都講唔清楚，你點知佢會唔會蝕錢？呢幾條紅線就係你嘅紙嘅具體邊界。有咗呢啲邊界，你嘅心就有咗定力，唔會俾外面嘅誘惑搖動。第四條鐵律嘅核心，識得停手，識得講唔好，識得承認自己嘅局限。呢個唔係懦弱，係大智慧。古人話：定以後能精，精以後能安。你自得做，你先至安得落。最後條鐵律，亦係5條入面最有深度嘅一條易經嘅核心。其實就係一個字：變。天地萬物時時刻刻都喺變，春天變夏天，夏天變秋天，秋天變冬天，冬天又變翻春天。經濟都係一樣，繁榮之後有衰退，衰退之後有復甦。呢啲變化你阻止唔到，但係你可以順住佢嚟走。古人講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意思就係你困住嘅時候要識得變通，你變通之後就會暢通，暢通咗就可以長久。放喺退休理財上面，呢個道理有幾層意思。第一層，你嘅理財策略要隨住年紀變。你60歲嗰陣嘅財務需求、風險承受能力、健康狀況，同你70歲嗰陣係唔同嘅。你70歲嗰陣又同80歲嗰陣唔同。所以你唔可以用一套方法行到底。好多理財專家會講一條好簡單嘅法則，你嘅年紀就係你應該擺喺穩健投資嘅比例。你60歲就60%擺喺穩健嘅地方，你70歲就70%擺喺穩健嘅地方，你80歲就80%以上都要穩穩陣陣。呢個唔係死規矩，但係背後嘅邏輯好清晰。你越大年紀，你承受唔起損失嘅程度就越高，所以你嘅策略要越保守。第二層，你要識得因應大環境嘅變化嚟調整。利率高嘅時候，定期存款可能就已經夠好；利率低嘅時候，你可能要考慮其他穩健嘅工具，例如政府發行嘅銀色債券。經濟波動大嘅時候，你更加要收緊防線，唔好亂喐。古人講趨時，就係趨向合適嘅時機，唔係叫你去捉時機，而
而係叫你順住時勢走。大環境穩定，你可以稍微進取啲；大環境動盪，你就收埋自己，唔好逆勢而行。呢個係幾千年嘅股份。第三層亦係最深嘅一層，你嘅心態要識得變。好多人退休之後，成個人嘅身份認同都變咗。以前你係某某公司嘅經理，某某行業嘅專家，你有地位，有話語權。退休之後呢，你覺得自己好似冇咗價值。呢個時候，有啲人就會想透過投資嚟證明自己。我雖然退咗休，但係我仲可以賺錢，我仲叻。呢種心態好危險。你要學識接受退休之後嘅新身份，你嘅價值唔再係靠賺幾多錢嚟衡量。你嘅健康、你嘅家人、你嘅內心安寧，先至係呢個階段最重要嘅嘢。你嘅理財目標唔再係賺更多，而係夠用、安心，唔俾人呃。一旦你接受咗呢個轉變，你就會發現好多以前覺得好緊要嘅嘢，其實冇咁緊要。你反而會輕鬆好多。古人講與時偕行，意思係跟住時代一齊行，但係呢個行唔係盲目跟風，而係順住自然嘅節奏走。你退咗休就要用退休嘅步伐嚟行，你年紀大咗就要用年紀大咗嘅智慧嚟做決定。你唔使同後生仔比較，你唔使證明自己仲好叻。你要做嘅就係守住自己嘅老本，過好自己嘅日子。但係變通仲有另一面，就係你唔好太固執。有啲長者一輩子慣咗用某種方式管理錢財，例如全部擺定期存款，幾十年都係咁。但係時代變咗，利率環境變咗，通脹嘅速度可能比你嘅定期利息仲要快。你嘅錢擺喺銀行裏面，表面上冇事，但係購買力一直喺度縮水。呢個時候你就要變通，唔係叫你去炒股，而係可以考慮下銀色債券、穩健嘅基金或者其他你理解得到嘅工具。固執唔係美德，靈活先至係智慧咪。講到變通，仲有一樣好多長者忽略嘅嘢，就係你嘅家庭結構都喺度變。你退休嗰陣，仔女可能仲未成家，過幾年佢哋結婚生仔，你嘅角色就變咗。再過幾年，你嘅老伴可能身體開始轉差，你哋嘅醫療開支會急劇上升。呢啲變化都會影響你嘅財務安排。所以你唔好以為退休嗰陣做好一個計劃就一勞永逸，你至少每2-3年就要重新審視一次你嘅財務狀況，睇下有冇需要調整。呢個就係與時偕行嘅實際操作。古人講得好，水要流先至唔會臭，人要變先至唔會滯。但係水點流都離唔開河床，人點變都離唔開原則。呢個就係變通嘅精髓，喺原則之內靈活調整，而唔係放棄原則去搏一鋪。第5條鐵律嘅核心，世界喺變你都要變，但係變嘅係策略，係方法，唔變嘅係原則。穩陣量力而為，保護本金。呢個就好似水一樣，水嘅形狀隨住容器而變，但係水嘅本質永遠係水。你嘅理財方式可以變，但係你守護退休金嘅初心唔可以變。好，5條鐵律講完，我哋嚟做一個總結。第1條，節制有度，唔揮霍亦唔苛待自己。第2條，睇清損益，表面嘅住數可能係陷阱，表面嘅付出可能係積勞。第3條，居安思危，順境時會逆境做準備。第4條，知止不貪，識得停手先依循。第5條，順勢而為，隨時變通，但守住根本。呢5條鐵律，表面上係講理財，骨子裏面係講做人。你睇翻老祖宗嘅智慧，幾千年來教嘅都係同一樣嘢：中正、節制、知止、平衡、變通。呢5個詞放喺理財上面得，放喺做人上面都得，放喺養生上面一樣得。
因為天地嘅道理係相通嘅，你嘅財運好唔好，唔係靠命水，係靠你有冇按照呢啲自然嘅規律去行。退休金守唔守得住說，講到尾唔係睇你識唔識投資，唔係睇你有幾多金融知識，而係睇你明唔明白呢5條老祖宗留落嚟嘅道理。你明白咗300萬夠你安安穩穩過世，你唔明白3000萬都會散晒。各位，退休唔係終點，係人生嘅另一個開始。你辛苦咗一世，值得過一個安穩、有尊嚴、有質素嘅晚年。而呢一切嘅基礎就係守住你嘅老本。希望呢5條鐵律可以幫到你喺未來嘅日子行得穩、企得正、過得好。呢度容我再講多少少，可能你會話呢5條鐵律講嘅嘢我都識啦，都係常識嚟噶嘛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明明人人都識嘅道理，偏偏好多人做唔到？原因好簡單，知道同做到中間隔住一道好深嘅鴻溝。古人叫呢個做知易行難。你知道要節制，但係當你見到一個心頭好嘅時候，你忍唔忍得住？你知道要知止，但係當有人同你講包賺嘅時候，你走唔走得開？你知道要居安思危，但係當你連續幾年投資都賺錢嘅時候，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可以繼續賺落去？所以真正嘅智慧唔係知道呢5條鐵律，而係日日實行呢5條鐵律。你要將佢變成你嘅習慣，變成你嘅本能。每次有人推薦你一個投資機會嘅時候，你腦海裏面第一時間浮係知止。每次你想大手使錢嘅時候，你自動諗起節制有道。每次你覺得一切都好順利嘅時候，你提醒自己物極必反，做到呢一步，你先至真正將老祖宗嘅智慧用到實處。我成日講學問嘅嘢，唔係讀幾多書就叫識，你讀完之後冇用出嚟，等於白讀。易經呢部書好多人覺得好深奧，好難明，其實佢講嘅道理好貼地，好實際。你唔使識得起卦，唔使識得睇爻辭，你只需要記住佢背後嘅幾個核心道理，就已經受用一世。而呢5條鐵律就係將易經幾千年嘅智慧提煉到同退休理財直接相關嘅5個要點。你唔使做學問家，你只需要做一個明白事理嘅人。有啲人可能會話，我讀書少，易經呢啲嘢太深，我學唔識。唔使擔心，易經嘅道理其實就係生活嘅道理。你唔使識得64卦嘅名稱，你只需要記住凡事有道，有捨有得，未雨綢繆，適可而止，因時制宜呢20個字，你貼喺雪櫃門口，每日睇一次，慢慢就會入腦入心，變成你做決定嘅直覺。最後我想講一個好重要嘅觀念。好多人講理財，淨係講錢，點樣賺多啲，點樣投資回報高啲。但係真正嘅理財唔止係理財嘛，更加係理人。你嘅心態穩唔穩，你嘅情緒定唔定，你嘅生活有冇秩序，呢啲都會直接影響你嘅財務決策。一個心浮氣躁嘅人，就算有再好嘅投資機會，佢都會做錯決定。一個心境平和嘅人，就算遇到市場波動，佢都可以泰然處之。所以退休之後嘅理財，第一步唔係揀投資產品，而係整理好你自己嘅內心。你嘅心定咗，你嘅財先至守得住。古人講正心成意，先正心後成意，然後先至可以修身齊家。你嘅心正咗，你嘅錢自然就唔會亂花，唔會亂投，唔會俾人呃走。呢個就係老祖宗留低俾我哋最大嘅財富，唔係一筆錢，而係一套管理錢嘅智慧。你將呢套智慧記喺心入面，你嘅退休金就穩如磐石。你將佢拋諸腦後，再多嘅錢都係過眼雲煙。各位，
記住呢5條鐵律：節制有道、損益分明、居安思危、知止不貪、順勢變通呢5句話，節過你要上10堂理財課，因為理財課教你點樣賺錢。但係呢5條鐵律教你點樣守住錢，而對於退咗休嘅人嚟講，守住比賺到更加重要。你仔細諗下，呢5條鐵律其實係環環相扣嘅。你有咗節制，先至唔會亂使錢；你分得清損益，先至唔會做錯決定；你懂得居安思危，先至唔會喺口境時鬆懈；你做到知止，先至唔會被貪念拖落水；你識得變通，先至可以因應環境調整策略。5條鐵律缺一不可，你做到4條，但係漏咗1條，嗰1條就可能成為你嘅致命傷。就好似一個木桶，5塊板缺少任何一塊，水都會漏走。你嘅退休金就係你後半生嘅底氣，守住佢，你就守住咗自己嘅尊嚴、自己嘅安全感、自己嘅自由。呢啲嘢係用錢買唔到嘅，但係冇咗錢就一定會失去，所以千萬唔好掉以輕心。老祖宗嘅智慧從來都唔係掛喺牆上面嘅裝飾品，佢係你口袋裏面嘅指南針，你拎出嚟用，佢就帶你行啱路。退休之路漫漫長，你帶住呢個指南針上路，風再大，浪再高，你都唔會迷失方向。其實你諗深一層，老祖宗留低嘅呢5條鐵律，講到底就係4個字：敬畏同謙卑。你對錢有敬畏之心，你就唔會亂使；你對市場有敬畏之心，你就唔會亂投；你對自己嘅能力有謙卑嘅認知，你就唔會高估自己；你對時間有敬畏之心，你就會明白退休後嘅每1蚊都嚟之不易。帶住呢份敬畏同謙卑，你行嘅每一步都會穩穩陣陣。祝你哋退休生活安穩、健康、快樂，呢個就係最好嘅福氣。